是劳工区关系客家人。我是傅正權，關係客家人。呢位係全台灣最短細嘅中正路。50多年前，好多都係打石店、打鐵店為主。最大嘅省從頭都談到非常嘅鬧熱。不過當大上產業嘅變化，慢慢地沒落下去了。我屋下除了會開麵店有80多年了，頭排有大攤呢，有茶葉，有零食。因為關係行業眾多，所以初眾多的殺中客，提供最有名的私掠初東安客。結識嘅方法看來像當無規矩，早期係靠師徒相傳，後頭就係載體嘅客家嘅智慧。祈求當頭面愛團結。路嘅鬧熱起來，一定要大家好好參詳。路嘅雖然細，大家就創意用心，一天就結果做得鬧熱起來。